我係你嘅人生梳理師 Miss Jane， 今次同大家講下靈性世界嘅試用期。當我哋喺進入一間新嘅公司嘅時候，我哋會適應新嘅環境，咁呢個時候我哋就有試用期啦。試用期嘅原意就係等我哋適應新嘅環境，將嗰啲舊公司唔再啱用嘅習慣放低，而且發展喺新公司需要嘅能力。喺現實世界入面，職位越高，佢哋嘅試用期就越長。至於靈性世界咧，都有試用期嘅喎，就係我哋啱啱離開人世之後，經過頭3日，我哋收集返我哋人生經歷嘅果實之後，我哋放低我哋嘅以太體，我哋就帶住我哋嘅星芒體開始進入試用期啦。我哋學習放低靈性世界唔再需要嘅習慣，例如其實我哋唔再需要瞓覺啦，唔再需要食飯。我哋學習點樣應對睡意，點樣應對肚餓嘅感覺。所以你可以想像喺靈性世界咧，靈魂越成熟，反而佢嘅試用期就越短嘅，因為佢投胎咗咁多次，試用期亦都試用咗咁多次，所以放棄口欲，例如呢一樣嘢就會變得輕而易舉啦。佢好快就可以通過試用期㗎啦。你能夠掌控嗰啲淨係適合喺地球上面嘅慾望嗎？我哋唔需要極端到要成為苦行者，不過我哋可以喺日常生活練習有意識咁樣應對呢啲慾望。當你有親人離開，你亦都可以知道佢哋有佢哋嘅試用期需要努力通過㗎。療癒自己嘅傷痛嘅同時，都可以祝福佢哋喺靈性世界嘅適應一切順利。我係你嘅人生梳理師 Miss Jane， 我要帶領你開展你嘅靈性發展之旅。Inner Dot Development at Outlook.com